好來，鄉親啊，繼續來看立法院日前三讀通過的台灣兒少成長甲未來護頭的條例。不過，行政院長杜英泰決定無愛附屬，因為杜英泰認為這個條例違反着憲法權力分立的原則，嘛會讓好野散愈差愈大。針對杜英泰無愛附屬的決定，總統嘛已經同意，這是讓在野黨相當的不滿，講藐視國會。藍白未來賬戶不附屬，是不是侵犯行政權？對南北立會三讀通過的台灣兒少成長甲未來考照條例，總統賴清德無特別回應。不過前一天，賴總統已經同意行政院，因為違反憲法權力分立的原則，有錢的愈有錢，散的愈散，未附屬這一項法案。實際上，賴總統在5日就職2週年的記者會嘛宣布，會提出生囡仔的大禮包，來比調寫兒少政策，正義版先中津貼，0歲到6歲逐個月發5000塊現金，7歲到18歲施加5000塊對後，2000塊維持現金，剩的是欠佇咧新中專戶。按老爸提出的未來考照，是佇咧出世的時就欠6萬塊的啟動金，18歲前袂當用，7歲到6歲逐年發6萬塊津貼，7歲到18歲逐年發3萬塊津貼，剩的3萬就欠佇咧未來考照。按法律層級，正義版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執行，老爸版本是定專法。差距就是6萬，但重點就是說，在野黨提出來這樣的一個版本，有沒有侵害到行政權的問題啊？公然克扣新生兒的6萬元權益，賴清德前腳才封殺國會正式通過的法律，後腳就在毫無法律授權的狀況下，宣布明年補發現金1萬。為希持囡仔津貼還口普發現金，因為總統賴清德昨宣布，明年度總預算會變大人普發1萬。阮南亞批評發錢應該法制化，民進黨反駁總統有變預算的權力，兩邊小爭取，南亞立會甚至發講歸期發2萬。這不是隨便講的，因為今年會超增大概6000億左右，有錢。不用舉債，藍白的縣市首長自己就可以先加碼，歡迎你們給市民帶來更幸福的生活。政府補助費金額項目到敢有效憲法，讓政策調下小結的焦點。